澳门金光大道充满了无限的惊喜，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，还有奇妙国度的梦幻人物。可是今年夏天，金光大道将会招待一些非常……等一下啦，我在录影。哦，刚才说到哪了？啊，对了，今年夏天我们请来了非常特别的贵宾，我敢说，无论你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，也一定猜不到他们是谁。听说他们离开了遥远的家乡，跋山涉水来到澳门。他们热血的冒险精神激励了我们对生命的热忱。好啦，我现在就告诉他们，行了吧？好吧，那就让我直接说重点，不然我相信他们也不会乖乖的给我安宁。这个夏天来到金光大道，你的假期将会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。也许当你在游泳池享受冰凉饮料的时候，会看到河马格洛丽亚和她的朋友们也在溪水晒太阳。史莱克和菲奥娜公主、狮子亚历克斯、河马格洛丽亚、朱利安国王、企鹅、熊猫阿宝，全部一起来跟我们过暑假，让我们的假期加倍精彩。你看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来金光大道旅游的好原因了吧？你说对吗？